南科赞美酒店对来是南科附近上规模的商务度假酒店，嘛是配合政府第一间升级防疫旅馆，现在公营个别阶段性的任务以后，今年透过举办高尔夫球公益比赛，要唤起大家对弱势关怀。记者会中邀请一些善心人士甲热爱小白球的好朋友做回来参与推广。用开球仪式宣传11月25特别伫南堡球场正式展开。3、2、1，请开球。对，空中是可以的。对，好，谢谢。公益的球赛，主要目的就是会当将咱拍球的咱家的爱心，会当募集起来，送到咱社会需要的所在。我们这次是找了新的教养院，因为这囡仔吼，拢有一点handicap， 就是讲小可无讲介好，无法度因足少行出咱这个房间啦。咱希望这个活动会当，互因会当，出来共款接受着阳光，会当互大家拢有接纳。咱未来若看到这个囡仔，嘛会当甲拍扑啊。会中担市第一任体育局长陈良启嘛代表市长广场肯定酒店用运动比赛来做公益性。台南是一个体育从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体育城市变成现在有点弱势。那所以我希望我们从竞技运动开始，那尤其是有一些社会团体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都在推展运动。那希望我们台南市的这个体育运动会更好。即摆用比赛来做公益，拍算帮助新竹自华高王院的身心障碍者，甚至用你关偌济、赞美的关偌济作为号召，呼吁参赛者拥有家己公益挑战。3区它有3区27栋，我们各挑一个短栋，只要你捐200块以上或更多，你同组的人4个，第一个人再多捐200以上或更多，那我们就会获得创者林董这边所赞助一条创者的球，那条球呢市价就超过250块，是3颗球中的。那一旦你开球上了国联挑战成功，我们再加码这是我们共101这边邀请全球派赞助教我们很有名的公款的握把，如果打高球这那握把不便宜，一个就要450块。这样挑战成功，就又可以得到一个握把，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所有200位参加这次高球赛事的球友们一起来捐款做爱心。那相对的，我们在晚会在赞美酒店，我们会统计总共收入的部分，总收入部分呢，赞美酒店再加码，等额加码再捐赠。酒店表示，公益比赛当天包括胡金龙、高志刚、曾秀凤、刘燕等知名的球星，拢会担任公益大赛来开球，希望推广高尔夫球的同时，嘛无忘记你为新障者尽一份心力。台湾新闻编辑采访报道。